中老双方积极推动两国地方，特别是边境地区缔结和发展友好城市，并加强中老语言文化教学合作。为了深化相互理解和友谊，中老双方在医疗服务、传统医学、热带病等传染病防控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合作。在职业教育合作方面，双方开展了办学合作。2023年10月，中国政府援建的老挝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项目移交。在医疗领域，中国原老挝马霍索综合医院项目1期工程已经投入使用，2期工程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展开。它将成为老挝规模最大、科室设置最全的综合性医院和最重要的医学教学基地。在减贫事业方面，中国积极为老挝提供新思路、新机制、新办法，帮助老挝人民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。未来，中老两国将继续深化在基础设施、能源、农业等多元领域的合作关系，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。